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这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让开！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祈愿福，求财求子求健康求姻缘求大运求升官发财求龙凤胎，要啥有啥。哎，看一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姑娘，看一下祈愿福嘛。祈愿符？你快看看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灵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愿望，把这个符啊往树上一挂，不出3天，保管灵验。真的假的？真金不怕火炼。要几个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15个。什么？15个。15个？哎，这老板，要不我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吧？它起码值10两银子呢。姑娘，我这个祈愿符是祖传的，1两银子一个。
你这10两银子恐怕不够吧1两一个，也太贵了吧？哎，姑娘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是包管灵验的。可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。姑娘，你手上那个玉佩值4、5两银子。这个玉佩可不行，这是我哥哥给我的，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。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给你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，明天呢，你把银子带来了，我再还给你，不就得了吗？明天？还在这儿？我天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做生意言而有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姑娘，我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这里呢还有20个祈愿符，我呢就全送你了。来，拿好了啊。谢谢老板。啊、哎，姑娘，留步，从这边往东边走，有个许愿树，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，越高越灵。啊，快去快去，现在人少，赶紧啊。哎，赶紧去啊。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。好。各路神仙保佑，爹爹、娘亲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红绳跟师姐手上的可真像。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。简直价值连城，赚大了。保佑三哥苏泽别再像木头一样，多说话更健康。保佑梁天表姐。梁天表姐，不就是我未过门的堡主夫人吗？什么堡主夫人啊？你想得美！我爹娘同意了吗？我表姐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吗？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请问您这是？再不让我出门，我是娄家堡管家，求见苏我丞相。就真的大病您稍等不起了。好机会啊！七哥跟我说过，往集市走是左转还是右转来着？啊，左转。少主，大管家已前往宰相府。知道了，让大管家先和他们周旋周旋，我出去转转。是。这。这集市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越走越荒凉啊？我好吃的包子呢？
哎，站住！啊？这位道长，这位道长，醒醒吧，睡在这里不安全。哎，你是谁呀？这位道长，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我是要，哎，我是要来干什么来着？不想了，不想了，还是让我睡会儿吧。啊，这位道长，别睡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万一野兽出没怎么办啊？那这个给你，是我哥哥做的，可好吃了。你吃完有力气了，就赶紧上路吧。好，谢谢。不许再睡了。施主，有缘我们一定还会再见。慢走。公子，公子，哎，这位公子，请等一下。姑娘，不知喊住在下，所谓何事？公子，请问京城怎么走啊？京城在我的后面呢。啊？哎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想去集市吃个包子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呀。如果姑娘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啊，那个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啊？那个，公子，请问你去往何处啊？我去往京城。啊，那公子，你能不能，能不能，那个，公子，公子，能不能带我一程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的爱马呀，它腰不好，驮不了2个人。这什么蹩脚的借口啊！我能有多沉啊？可我又不认识你，万一你要是个骗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哪里像骗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还怕我一个柔弱女子啊？而且，我好歹也算是个大家闺秀。大家闺秀子，大家闺秀就可以随便上男人的马吗？你好，这。哟，这不会就是秦将军下的聘礼吧？应该不会。将军府与丞相府2家成亲，礼数是第一位，怎么可能直接把彩礼送来呢？走，问问娘去。嘿，站住！三哥，你干嘛去啊？现在表姐正陪着妹妹呢。自从上次妹妹得了风寒，娘亲就禁止她外出，天天啊，无聊得紧。你就让他们2个姑娘家说说贴心话吧，啊？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走。
三哥。一大早就有人来敲响了门，当值的以为是老秦送来的彩礼，便迎了进来。秦将军虽为武将，但向丞相千金提亲的礼数必是懂的。怎么能不提前通报就把东西送过来？绢300匹，锦彩60匹，钱300万，酒60壶，玉璧5枚，虎皮10张。老爷、夫人，娄家堡大管家上门拜访。娄家堡？确实是娄家堡。自从娄老堡主去世以来，我们两家来往甚少，怎么突然？无论如何，娄家堡对我有恩。我们先看看怎么回事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请。好。小人特奉我家少堡主之命，前来拜见公主殿下、丞相大人。大管家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大人、夫人，我家少主近年来游历四方，近日刚刚回到京城，特派小人前来提亲。提亲？里边请。请。来人，看茶。是。是上次落水的那位姑娘。这个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去。就。多谢公子。我一路把你送回家，还给你买包子吃，请救命恩人进屋喝口茶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什么救命恩人呐？你别夸大其词好不好？哎呀，原来丞相府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呢。什么小人呐？你说谁啊？恩人，小女子恳请你去府上喝杯茶，歇一歇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娄家堡屹立于江湖数十载，属于朝廷管辖范围之外。娄家号令一出，江湖上所有的人皆为娄家堡马首是瞻。当年魔教入侵我朝，也多亏娄家出手相救。正是，娄家堡对我有恩，出洋时刻铭记在心。大人、夫人，这都是娄家堡的责任，不足挂齿。大管家有所不知，我家冉冉已经许配人家，与护国将军二公子定了亲，所以……的确，我家小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将军之子，皇上亲口指婚，君无戏言，皇命不可违呀。喂，喝茶不是这个方向。喂，拜见少主。大人、夫人，请容我引荐我们娄家堡少主娄轩。拜见丞相大人、夫人。晚辈娄轩这次特意上门提亲，望大人夫人成全。好，娄少主不必多礼。娄少主，刚刚我也和大管家说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小女已经许配给秦将军的二公子秦朗，这个晚辈知道。那大人、夫人，我们娄家堡隐匿于江湖这么多年，对于礼数礼节已经渐渐的生疏。如果有不周不敬之处，还请二位海涵。好，哪里。大人、夫人，这次我确实是上门提亲，但是不是您的千金，而是府上的另一位小姐。表姐。
师姐，喝茶。这么烫，你想烫死我呀？大师姐啊，大师姐，吃块瓜吧。这还差不多嘛。不错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好好洗啊！洗不干净就要洗1个月的衣服，听到没有？是啊，大师姐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师姐，那上面飘下来一个腰带。快，把它抬上来！把它抬回去。抬哪儿去？抬山上去吗？来不及了，去后山小屋。哎，好，来，快。走。放你在外整整3年，是不是也够了？你还在怪爹3年前没有派你去镇守边疆，害得你哥哥被魔教所杀。孩儿不敢。你娘死得早，你哥哥作为将门之后，远赴边疆报效国家，谁知现在咱们秦家只有你一人可以继承武将之职了。爹老了，你也该回来当家了。爹，魔教盘踞西域几10年，多次犯我边疆，哥哥又惨遭魔教杀害，一日不平魔教，孩儿一日心不安。魔教教徒众多，声势浩大，皇上对讨伐魔教一事也非常重视。这次召你回京，也不是让你就此罢手，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。只是你早已到了适婚的年龄，该为咱们秦家添丁了。爹，苏丞相是朝廷重臣，宅心仁厚，与咱们家又是世交。苏家小姐是苏丞相和初阳公主的掌上明珠，性格活泼，家教又好，是万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！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你的终身大事一直是爹的心病啊！你考虑考虑吧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你是说你在京外的荒郊野岭遇到一个人，求他带你回家，结果这个人正巧是今天上门给表姐提亲的娄家堡少堡主？有这么巧的事？绝对没有。你们说，表姐真的会嫁给那个娄轩吗？哎呀，
我也不指望那个只会射箭的木头能做些什么了。我不想让表姐嫁人，更不想让她嫁给那个古里古怪的娄轩。那个娄轩深不可测，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娄家堡势力盘根错节，从不在乎什么俗世规矩，也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为何今日要和丞相府的表小姐结亲呢？娘亲又增派人手了。哎，啊，小姐，那个，今天我有急事要出府一趟。小姐，夫人特意嘱咐过，小姐想要出门，我等必先禀告。不用去禀告娘亲啦，我真的只是出去转一转，马上就回来的。小姐，夫人有令，小姐您是大病刚好，不宜出门。什么大病啊？就是有点风寒嘛。请小姐回去。好不容易回一趟京城，也不让我出去玩，娘亲也太狠心了吧！我给你生了9个哥哥，找他们去。哎，大哥，今天带我去刑房看看吧，我想看看大哥的威风。石头剪刀布！妹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还是找老西玩去吧。啊，哥先走了。哎呀！妹妹，下次可不可以小心一点啊？看什么呢？别过！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”妹妹啊，我可告诉你，和面不仅要注意节奏，而且啊，
你还要注意力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咱们和出来的面才会又好吃，又能做出漂亮的糕点。嗯，知道啦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哥哥呢？哎呀，真是。来。哎，你怎么还磨我呀你？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一支小小的带笔，在京城，带色五花八门。什么带黑啊，带青啊，带蓝啊，带紫啊，那噱头够响够亮，可一抹到眉毛上，全都土得掉渣。哪像我苏简啊，我可是京城第一。哎，妹妹来，七哥，妹妹，你来帮姐姐们描眉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七哥，还是你最好，怕我无聊，一直陪着我。那怎么表示表示？妹妹真乖。来，你画这个姐姐。好。妹妹，怎么样？看。哇，大哥，你这字写的可真好看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8个、9个，过来陪我玩。我还要看书。三哥，你真的不知道表姐去哪儿了？不可能啊！你们之前不都是一起出门、一起练琴、一起散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惹表姐不高兴啦？三哥，你不会是做了对不起表姐的事情了吧？哎呀，不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三哥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种事他做不出来的。难道是表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三哥的事了？哎呀，不对，也是不可能的呀。你表姐答应婚事了。谁答应婚事了？答应谁婚事了？表姐。傻瓜，我的小傻瓜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许忘了我。
以前守护你的人是他，以后守护你的人只能是我。我说妹妹，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什么状况啊？8月15，你知道8月15是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！离8月15还有20天。什么？还有20天，我就要嫁人了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呀？还有心思去管你表姐的婚事？我什么我呀？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，我的小祖宗！我真的要被娘亲嫁掉了？娘亲真的要把我嫁出去吗？娘亲她舍得吗？舍不舍得的，你上午又不是没听见。哎呀，你真是要气死我了！妹妹，你过来。哎，也让我听听啊！就说咱们妹妹，这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试试啊。怎么样？娘亲说了，妹妹一心向佛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娘还说了，既然妹妹不想出屋，那就不出，悄悄木鱼静静心也挺好的。那就晚点让喜娘再来。不想吃饭呢，那就不吃。反正成亲之日，还是要瘦瘦的才好看。娘亲还说了，这么烂的主意是谁出的？哎，娘亲本来就是这么说的。妹妹啊，看来这戏你还要继续演下去才行，不然娘亲不信呢。五哥、七哥，你们先走吧，别管我，就让我在这里敲木鱼吧。那我们再去找大哥商量商量。好。妹妹，那你多保重啊。哥哥晚一点再来看你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您看我们还是手感特别好，来，咱这个使劲儿，没人挺结实啊，可不是吗？给我来一个，好，看一看。哎，姑娘，来一个吧。哎呀，小师妹今天在干嘛呀？怎么还不出来见我呀？哎呀，小师妹，我这进也进不去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狗洞我也钻不了了呀！九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师妹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疼死我了！九师兄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跑得太急了，就没看到你。没事没事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从这个上面下来了？哎呀，还说呢，我娘不是不让我出门吗？我就偷偷的跑出来啦。九师兄，话说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你娘不让我进家去找你，我只有来看看狗洞了。但是我实在是钻不进去。怪不得呢，我上次就差点被卡住，何况是你呀！走，陪我逛街去。哎，师妹，这边啊。
伙计，哎，伙计，这妞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伙计，姑娘，你需要买点胭脂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看到外面那个牌子。哦，我这儿正好缺一个姑娘来帮我招揽生意。姑娘，你刚到京城来？啊，是。哦，姑娘的家住哪儿啊？啊，我从西边来。西边。就你了。姑娘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金英。金英，好名字。小九，哎，带金英姑娘去吃个饭去。好嘞。谢谢掌柜的，谢谢。这边请。来，您看看。买一个吧。不要。您慢走。来，小姐，看看喜不喜欢啊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高管林。老板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这姑娘，这过往的人这么多，我怎么记得住啊？啊？怎么了，小师妹？他是不是都收你钱了呀？不是的，九师兄，上次我出门没带钱，就把一块玉抵在这儿了。老板，我把银子还给你，你把玉还给我吧。姑娘，那天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就来了一个公子，非要你这个玉佩。哎呀，这人高个子大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给他了。个子很高。要说个子很高的话，你家的哥哥个子都挺高的呀。要说人高马大嘛，那只有你4个了。你回家问问不就得了？是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包。啊。来，姑娘。谢谢老板。走。哎，去那边看看。好。上一次没顺利挂符，这次我要把师姐的也挂上，还有二师兄。就没有我的呀？当然有啊。谢谢小师妹。小师妹，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要不把这些都给买了吧，然后把它们搬到太乙山上，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下山啦。您又来这儿巡街了？哈，是啊。亏你们最近才没有命案呢。哪里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慢走啊，秦都尉。慢走啊。怎么了？干嘛跑呀？先躲一躲再说。老实点！你们干什么？抓起来！小师妹！你想说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要多少钱，我给。财大气粗是不是？只要你说得出来，我都给他钱。就你们今天来我这儿的方式，试问我能让你回去搬救兵吗？啊！你真卑鄙，无耻，下流，臭婆娘！怎么，你也想说点什么吗？小师妹，别怕，小师妹。我叫岳峰，她是我妹妹，叫岳。我叫岳颖。对，岳颖，只要你肯放了我们，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对，放了我们。你们2个把他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不能打他，要他打我！臭婆娘，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！嘿，玉姐。是你带金英过来的？哎，对。这姑娘姿色还可以，就是脾气太犟了。是啊。什么来路啊？白路子。白路子，我喜欢。风险小，可是给我招来了
两个凶神呢。不过也没事儿，叫万春去调教那个叫金英的姑娘。好，都听玉姐您的。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我是谁啊？小师妹，你傻呀？你呀，看那个老女人的打扮，还口口声声说要把你卖了，再加上之前绑架的那个姑娘，这里肯定是妓院呀。你要说出来你是谁，将来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说出来你是谁，他会把你放了吗？这种人连钱都不要，这里肯定不是一般的妓院呐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刚刚那位姑娘也一定是被绑在哪个地方了。哎呀，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呢？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。早知道当初在太乙山，就不偷懒了，好好跟二师兄习武了。没事，小师妹，不是还有我九师兄在呢吗？九师兄又不是二师兄嘛。九师兄有钱呢。我听说对面这家花场是全京城最好的青楼，里边有各色各样的女子啊。哎，那些女子一定都貌美如花吧？错不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有的时候，这女人不一定要长得美才叫好。这么说，你去过了？跟我们说说怎么样？说说。曾经攒钱去过一回，你们知道吗？对面那家青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这家青楼啊，经常会来一些新货色，甭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这老板呢都能给你变出来。哎，他们老板好像叫万春吧？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！对面那家青楼的姑娘，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对她死心塌地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帮女人的功夫，那都是万春那个娘们儿一个一个的调教出来的。哎呦，那小身板啊！哎呀，哥哥的。快放了我们！放了我们！你们想干什么啊？放了我们！求求你们放了我们！放了我们！求求你们！小师妹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如果坏人把你买走了，你就告诉他们，你九师兄有的是钱。你们要把我九师兄带去哪啊？小师妹，九师兄，不要说出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，你九师兄有的是钱，记住了吗？九师兄。进来。睡好了？金英那姑娘还跑吗？如今呀，你撵她，她都不走了。到你手里的姑娘啊，就是听话。像金英这种资质的姑娘，你把她捧成花魁，放到门口即是。是，我明白。那个屋子官职的姑娘，您是要？那姑娘一看就是上等货。门口那些歪瓜裂枣，那是无福享受的。玉姐的意思是给那些爷准备的？那些爷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，为的就是一个奇货可居。那个姑娘是她自己撞上来的，而且时间刚刚好，今天是拍卖会，就把它做成压轴的。是。对了，那些爷来京城都入住了吗？其他的爷都到了，只还剩下那一位爷了。那一位爷，到如今我都没有搞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来历。给我小心伺候着。是。
你就在这里候着，如果老爷夫人过来，就说小姐闹脾气，一早睡下了。是。都怪我，要是我不走，在那儿陪着妹妹，哪至于发生这种事情？现在倒好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她还不回来，我真担心她会遇到什么危险。三哥，你去岳府打探一下，看看岳老三在哪儿。如果见到他，问他是否见过妹妹。冉冉平时虽然调皮，但是从来不会夜不归宿。我怕她出事了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娘。苏姐，坐下。你这个时间出去告诉爹娘，无非是让他们担心。等会儿去找大哥他们，我们兄弟几个出府去找，切记别让别人发现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那你们去，我去冉冉房间。如果她回来了，我就放消息给你们。哦，走。你们去东城找，你们去西城找。老五，咱俩去南城。好，快走走。我猜你会来。他在哪儿？他出门未归，我怕他出事。希望你能把他平安带回来。喝呀！在这里，万春感谢大家的再次光临。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春眠不觉晓，年方16，初睡未醒，请各位爷赏鉴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这身段儿，前凸后翘的，挺好挺好挺好，好。哎，这姑娘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下一位为大家呈现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年方18，娇艳欲滴，请各位爷赏鉴。前凸后翘，挺好挺好。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晚哟爷，我还以为这个月您不来了呢。不过今天您还是赶上了。您瞧瞧，这是这个月最好的券了。这位我要了。客官真有眼力。您难得拉一回铃声，还被别人抢了先，要不您等下个月？我只要他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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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岳峰不在家，岳府的人也在找他，看来得抓紧时间找了。走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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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跑啊？住手！哎呀，别来！住手啊！你不是会跑吗？你哪儿跑啊你？打了这打住手！别打我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全都给我住手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快救救我小师妹吧！你小师妹是谁？我小师妹是苏冉冉。什么？我小师妹是苏冉冉。阁下是？我是岳峰。你跟岳家什么关系？我是岳家的老三。你们几个留下来处理他们。你们俩跟我走。是。哎，这边。你查清楚了，真的是那位爷？不可能错的。这就怪了。玉姐进的就是他的包间，不会错的。这位爷在每次的拍卖会上从不点姑娘，可是出手阔绰，总是来往于各位爷之间。虽然这些个爷之间从不来往，但是唯独与他不结吻，所以连玉姐也一直忌惮着他。我一直以为他来我这儿是另有目的的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霍晨姐，不好了，外面被官府的人给包围了。就是这儿。小师妹，人呢？人呢？之前还关在这里呢。这。没想到京城竟然还有拍卖女子这种地方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看来啊，以前都白活了。我一定要彻底铲平这个丧尽天良的地方。那我小师妹怎么办？据胭脂铺老板交代，杀黑市老板娘玉姐的是一个戴面具的男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是岳灵宫的日轩。岳灵宫，日轩，他们跟我的小师妹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现在就朝着带走苏冉冉那个人的方向去追。根据万春所交代，这个人是在苏冉冉被拍卖的时候才出现的，然后才杀的玉姐。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，这个人想要的是苏冉冉。啊？然后我贿赂了那个送牢饭的，才得以偷跑出来，然后就遇到了秦朗，然后我就带他去救小师妹，可是小师妹她被人带走了。啊？被人带走了？带去哪儿了？听那个老板说呀，小师妹是被邻国的一个王爷给拍下了。什么？要不要告诉舅舅舅母，派人马去找冉冉？不行，爹娘现在一定还以为妹妹还闹着当尼姑呢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妹妹还去了青楼。哎呀，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的妹妹被那个什么所谓的王爷带走了，还愣着干嘛？去追啊！只要找到那个王八蛋，扒皮抽筋才好。更不行，这样的话，妹妹的名节就全毁了。这不行那不行，命都没了，要名节还有个屁用？妹妹上青楼，那是她自己愿意的吗？要是将来秦老二敢嫌弃她，那更好，我就把妹妹留在家里面伺候一辈子。我反对，小师妹的名节绝对不能毁。你懂个屁！反正就是反对，反对，反对。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？要不是你带着她出去玩，要不是遇见危险你没拉着她一块儿跑，现在能出这个事情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现在小师妹被人卖了初夜，还可能被那个魔头追杀呢。现在这事情能大张旗鼓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这初夜什么？初夜！行了，都给我住手！让边，让边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他动粗有什么用啊？我想听听老五的看法。
既然这个王爷来京城是秘密而来，做的又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那就说明这个王爷一定是带着妹妹立马离开京城，绝对不会过多的逗留。哎，对，钱郎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现在马上派人去城外搜索。钱郎还说了，那个戴面具的是日轩，也可能去找小师妹了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时间不等人。我们来晚了，看来日勋已经把妹妹带走了。那妹妹她……放心，她不会伤害妹妹的。为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他们之前在太乙山已经见过了。秦朗说，秦将军那边他会先瞒着，但也瞒不了多久。他也会帮忙寻找小师妹的。我的妹妹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老七，你消停会儿吧，烦死了！我忍不住嘛。你，还有你，怎么看着妹妹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准备瞒多久？爹，娘，冉冉已经脱离危险了。那妹妹呢？那妹妹呢？怎么样？那人呢？等一下，等等我！
你救的我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想回家。别说话，睡吧。真香，我最喜欢茉莉花啦，谢谢你啊。你怎么知道茉莉花捣碎是药材啊？你受伤了？你干什么？谢谢你救了我。我被人灌了药，体内又有毒。还魂丹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素女师傅特意给我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个药能解我的毒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已经派人去苏府，给你家人报平安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别动。待会儿啊，你一定要帮我跟苏家兄弟们说说清楚，我是怎么一路艰辛跑出来，找到你去找小师妹的。正好我也去找苏大人，把妓院的事情说清楚。太好了。哎，小师妹非得嫁给你的话，我也认了。哎，表姐。表姐。表姐。表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娄家堡。你是不是请你未来的夫君帮忙找小师妹啊？嗯。那赶快去吧。表姐，你慢点。他是梁天。对啊。苏冉冉，苏冉冉，苏冉冉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。
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二师兄教我的。我之前在太乙山的时候不爱练功，但是只有跟二师兄练剑的时候特别有意思。还来不来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不用管我的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谢谢你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跟那个日轩是……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不问了，你不用说。他叫阿如。你看，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我这么久没回家，我爹娘和哥哥们肯定都急死了。多亏了你的照顾，我的伤也好了，所以我必须得回家了。哎，你不用送我的，我可以自己走，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。你在青楼救我于危急之中，我苏冉冉铭记于心。可是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啊。要不咱俩来猜拳吧？我要是赢了的话，你就让我走。这样吧，你先猜拳幼稚，那我们两个就来比剑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没事吧？不是，你别害怕，我刚刚不是真的想刺他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。你没受伤吧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谢谢你救了我。
不要出去，不要看。幽护法，你总算出来了。